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NFA Centre。今日我哋會講比特幣保衛戰。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影片嘅內容啦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可以俾個 like 呢條影片啦。同時都可以上 NFA.Centre 睇更加多相關嘅內容嘅。比特幣咧，好多香港人咧都未必夠膽去掂啊！即係當然點解要買比特幣咧？上網就好多片咧就解釋咗噶啦。咁一個數碼黃金啦。但係即係事實係咪咁咧？當然每個人有唔同嘅睇法啦。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咧，比特幣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叫做4年嘅周期嘅。咁呢個4年嘅周期咧，一張圖就睇晒㗎啦。因為比特幣嘅周期咧係唔難睇嘅，而有兩個規律咧，一行咧就行咗10幾年㗎啦。第一個規律咧就係大選之後1年，即係講緊美國大選選總統嗰個大選啊。咁通常喺大選之後1年咧，我哋嗰個年尾咧，我哋就會見到嗰個 cycle 嘅高位嘅。咁例如話2013年嘅12月啦，呢個就係選完總統之後嗰1年嘅年尾，就會見到有一個嘅高位啦。下一次選完總統嘅高位咧，就係會見到係2017年嘅12月啦。咁再下一次即係選到拜登嗰次嘅選舉，咁之後因為拜登係講緊2020年12月嗰陣投票噶嘛，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個高位咧就係2021年嘅11月嘅。咁啱啱呢個 Trump 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咁佢就2025年嘅年頭就當選啦。咁2025年嘅11月咧，亦都係一個高位嚟嘅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啱啱好個高位咧，永遠都係4年一次咧，喺大選之後嗰1年嘅年尾嘅。大選之後嗰1年嘅年尾，OK，咁呢個係一個嘅高位嘅 cycle 啦。咁我 delete 咗啲圈圈先。咁之後啦，咁我哋會講估頂係咪咁啊？咁個底咧咁樣，咁個底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就係中期選舉年嘅年尾，我哋會見到個底嘅。中期選舉年尾咧，第一個 cycle 咧就未必跟實嘅。第一個 cycle 咧就喺2014到15年嘅1月啦。咁喺呢度嘅。咁但係之後咧，其實都 keep 住係中期選舉年年尾先出現嘅。咁中期選舉年就係18年嘅12月啦。18年嘅12月，我哋喺呢度，我哋會見到個底。OK， 一個底附近。咁然之後，上一次中期選舉年就係2022年啦。咁就喺2022年嘅11月，我哋會見到呢個底嘅。今年亦都係中期選舉年。咁所以咧，我預計比特幣咧喺今年亦都係一個低位年，咁可能會喺呢度啦。年尾會出現嘅。咁而家7月啦，咁我哋通常見到個低位都係12月啊、11月啊，咁呢啲時間嘅。咁所以變咗比特幣，你話仲會唔會跌落去呢？似乎如果4年嘅規律繼續咁樣行落去呢，係會繼續跌落去嘅。OK，咁但係跟住下一個問題啦，就係咁比特幣大概會跌到落邊個位呢？例如話2015年嘅低位啦，我哋咧就會見到佢呢條綠色線就係200週平均線。OK， 200週平均線掂咗一次嘅。咁然之後下一個 cycle 亦都掂咗200週平均線。然之後咧上一個 cycle 2022年咧直頭跌穿咗200週平均線嘅。我哋 zoom 近啲睇啊。跌穿咗200週平均線，跌穿咗幾多咧？我哋睇一睇嗰個 percentage， 大概跌穿咗平均線30幾個 percent 啊，跌穿咗30幾個 percent。咁如果我哋今次都係類似，可能跌穿又係跌穿30幾個 percent 咧，跌穿200週線嘅30幾個 percent 咧，咁就會將我哋嘅比特幣咧帶到去大概4萬蚊嘅呢一個位置嘅。4萬蚊嘅位置，咁所以就其中一個理論，有啲人話會唔會今次比特幣都一樣會跌翻落3萬幾4萬嘅位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咁就係每一次基本上都係會跌到去或者跌穿呢個200週平均線嘅水平啦。亦都係例如話上一次你會見到真係跌穿咗好多啦。咁再上一次2018年就純粹掂一掂啫。咁之後呢一個呢，其實我記得係300週平均線嘅水平嘅。咁所以睇下今次會跌到落係300週啊，定係甚至400週嘅平均線？呢個我哋遲啲再去一齊研究啦。但係似乎呢，喺我哋今年第4季呢，比特幣係會揾到一個嘅低位嘅。
比特幣係會揾到一個低位嘅。咁而家個位置啦，咁今日咧比特幣就報63,800啦。咁其實咧比起佢個頂咧，佢個頂咧就大概喺12,700附近啦。咁其實而家呢一刻咧已經跌咗50%噶啦，50%。咁我哋睇一睇上一個 cycle 佢跌咗幾多？咁如果佢上一個 cycle 就係21年嘅頂啦，去到22年嘅底咧，其實係跌咗77%嘅。77%。咁如果我哋再睇多個前一個18年啦，由個頂去到個底咧 ，OK， 接近80%，接近80%。再前一次 ，OK， 有一個高位去到一個低位87， OK， 87%，差唔多跌咗90%啦，跟住83、77。咁所以其中一個大家睇嘅睇法就係會唔會有個嘅遞減效應啦？有個遞減效應，就係如果有個遞減效應 ，OK， 我哋上兩次係83，上一次係77。咁如果今次係跌77，又會去到邊啊？咁啊，未必跌到77啦，可能我哋跌到73、75、73、75咧，咁都大概係3萬幾嘅水平。跌到落3萬幾嘅水平，咁所以就大家可以預計今年年尾比特幣會繼續跌落去啦。咁所以而家距離嘅年尾咧，即係大概仲有一季嘅時間，一季至係啦，一季大概100日嘅時間啦。OK， 最後100日啦。咁由而家呢一刻去到低點，究竟呢100日會點行呢？咁我哋呢100日都會同大家去慢慢去睇呢一個嘅，即係對好多人嚟講，依然係一個好新嘅資產啦。咁但係似乎呢個規律咧喺未打破嘅時候咧，對大家嚟講其實都算係一個比較有趣嘅一個pattern 嚟嘅，因為你比起睇一個標普500指數，可能你真係要揾一年有啲似咁啊，咁你會有啲難。咁但係比特幣就唔同啦，即係佢每4年嗰個週期啦，每一次都好相似喎，個頂個位置有相似，個底嘅位置都好相似。咁所以就我哋會 keep 住一齊去同大家去睇一睇呢個嘅資產啦，喺呢個下半年。咁亦都係啦，我哋之前其他影片都講過啦，今年年尾 OK 正常標普500指數就會有一個10至20% 嘅一個跌幅啦。大家去睇翻之前其他片啦，而亦都我哋有個加息嘅預期啦，喺9月中開始啦。咁所以如果係呢一啲原因加埋晒咧，似乎比特幣會再跌落去嘅機會咧，亦都非常之大嘅。即係就咁，如果揾原因去解釋點解佢跌咧，似乎個原因咪就係中期選舉年因為大跌。咁然之後又加上加息，咁所以成個情景都係成個流動性市場嘅一個錢嘅流動性好不足喎，咁所以一啲高風險嘅資產，例如比特幣會跌得勁，係非常之正常嘅。咁呢個下半年我哋會一齊去睇呢個比特幣嘅資產，睇下佢會唔會真係喺第3、第4季喺10月嗰啲前後會一個嘅造成一個底咧。咁我哋到時再一齊跟進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條片有任何嘅 comment 都歡迎喺下邊留言啦。比特幣係一個好新嘅資產嚟嘅，咁唔係一個對於大家任何一個投資建議啦。如果大家想傾偈嘅，歡迎 join 我哋嘅 Telegram Channel 咧，我哋會一齊去檢視唔同嘅資產，亦都有唔同嘅一啲資產嘅每日嘅一啲 update 咧，會喺個 Telegram 上面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呢個就係呢條片嘅內容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